女人到咗45歲之後，最怕嘅係咩？唔係怕冇錢，唔係怕辛苦，亦未必真係怕老。好多女人最怕嘅，其實係某一朝起身，企喺塊鏡前面，突然間發覺自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，眼尾多咗幾條紋，面色冇以前咁亮，法令紋深咗，嘴角好似無端端跌咗落嚟。以前一笑，成個人都有光，而家一笑，連自己都覺得有啲苦。以前出街，人哋見到你會話你精神，而家人哋見到你，第一句可能係你係咪好攰啊？呢句說話聽落好普通，但對一個女人嚟講，有時真係好刺心。因為女人去到45歲之後，身體開始變，心境開始變，屋企入面嘅角色亦開始變。上有老人要顧，下有仔女要操心，中間仲有老公、有頭家、有錢、有病、有親戚人情，好多嘢你唔講，唔代表你唔攰；你笑住做，唔代表你唔委屈。你日日照顧人，唔代表有人真係記得照顧返你。所以我成日同人講，一個女人過咗45歲，唔好再淨係望住自己面上有幾多條皺紋。皺紋唔一定係苦命，斑點亦唔一定係衰運。真正要睇嘅唔係你仲似唔似30歲，而係你塊面有冇開始出現一種福氣。有啲女人年紀越大，塊面越硬，眼神越尖，講嘢越急，一開口就怨，一望人就防。你同佢傾兩句，成陣氣都沉晒，好似全世界都欠咗佢。但亦有啲女人明明都係經歷過辛苦，明明都有皺紋，都有白頭髮，都有一套子故事，但佢坐喺你面前，你會覺得舒服。佢眼神唔慌，面色唔死，嘴角唔苦，講嘢唔似人。你會覺得呢個女人唔係冇捱過，而係捱過之後個心冇爛，唔係冇受過委屈，而係委屈冇將佢變成一個滿身怨氣嘅人。呢一種就係我今日想同你講嘅福相。古人講相唔係單單睇鼻高唔高、額頭闊唔闊、下巴圓唔圓。傳統相法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，叫相由心生。人嘅心念、氣血、脾氣、情緒，日子長咗真係會慢慢寫喺面上。當然我唔係話睇一眼就可以斷人生死禍福，咁樣講太嚇人，亦太絕對。但一個人成日怨、成日怒、成日驚、成日計較，佢嘅眼神同面容真係會慢慢變。你一定見過，有啲女人後生嗰陣好靚，但一開口就嫌，一皺眉就鬧，一坐低就數老公唔好，仔女唔孝，家婆難頂，兄弟姊妹冇良心。佢唔係完全冇道理，佢好多委屈可能都係真。但問題係佢日日將自己浸喺怨氣入面，浸得耐，成個人嘅氣就作咗，眼神開始唔清，面色開始暗，嘴角開始沉，連笑都帶住苦味。又有啲女人日子一樣難過，屋企一樣有事，身體一樣會攰，但佢唔會日日將命苦掛喺口邊。佢會喊，但喊完識得抹乾眼淚。佢會嬲，但嬲完唔會毒住自己。佢會失望，但失望之後仲識得留一條路俾自己行。呢種女人過咗45歲之後，反而會慢慢養出一種好耐看嘅面相。咁到底呢3個記號係咩？第一個就係眼神定咗，唔係眼大就有福，亦唔係眼細就冇福。眼神定講嘅係一個女人心入面開始有主心骨，以前一有事就慌，一聽到老公一句重話就成晚瞓唔着，一見仔女黑面就心口翳，一聽親戚講幾句閒話就要解釋半日。去到45歲之後，如果你發現自己慢慢冇咁慌，唔再俾人哋一句說話就掀起成個心浪，呢個就係好記號。眼神定嘅女人望人唔閃縮，聽嘢唔急住駁，遇事唔即刻亂。佢唔係冇脾氣，而係知道有啲事唔值得亂。佢唔係冇傷口，而係傷口開始結紮。
佢唔係唔在乎，而係知道自己個心唔可以日日交俾人踩。第二個就係面色柔和咗，好多女人誤會，以為有福氣一定係紅光滿面，好似日日食補品咁。其實唔係，真正有福報嘅面色唔一定好紅，亦唔一定好白，而係有一種順。你望落去覺得佢冇咁繃緊，冇咁乾枯，冇咁死沉，就算有皺紋都唔係苦皺，就算有斑都唔係濁氣重，成個人有一種經歷過風浪之後嘅柔。照中醫嘅講法，人嘅氣唔順，面就好難順。你日日嬲，日日悶，日日頂住一口氣，肝氣鬱，脾胃又受影響，面色自然容易黃暗沉。當一個女人開始識得放低啲唔屬於自己嘅包袱，開始唔再樣樣硬吞，開始瞓得好少少，食得定少少，講嘢慢少少，塊面就會慢慢轉，唔一定即刻變後生，但一定會變得冇咁苦。第三個就係嘴角唔再大圓，你留意一個人把口，好多時比睇佢着咩衫更準。有人天生嘴角向上，望落當然開朗，但我今日講嘅唔係天生形狀，而係嗰種口氣。45歲後真正有福氣嘅女人，講嘢唔會句句帶刺，唔會一開口就令身邊人縮埋，唔會用自己受過嘅苦去懲罰所有人。佢都會提醒人，但唔尖酸；佢都會拒絕人，但唔惡毒；佢都會講自己辛苦，但唔再日日攞苦水淹死人。嘴角唔圓，係因為心入面開始有空位，心有空位，福氣先入得嚟。女人45歲之後最難過嗰關，唔係臉上多咗一條紋，真正難過嘅係你忽然發覺自己為咗一個家捱咗大半世，但到頭來屋企人未必真係明你。你煮飯佢哋嫌淡，你提點佢哋嫌煩，你擔心佢哋話你多事，你沉默佢哋又話你黑面，你為頭家慳佢哋覺得理所當然。你身體唔舒服，佢哋又未必即刻察覺。好多女人就係咁，一日一日將自己由一個有笑容嘅女人熬成一個成日皺眉嘅阿媽、老婆、家婆。但你要記住，一個女人嘅福報唔係由人哋一句多謝決定嘅。你付出過就有付出過嘅功德，你忍過就有忍過嘅分量，你跌過亦會有跌過之後嘅智慧。問題係你唔好將自己前半生嘅苦變成後半生嘅毒。我有個學生以前帶過佢阿姨嚟揾我傾偈，嗰個女人叫阿蘭，當時46歲，個樣唔算老，但成個人好趕好緊，好似一條拉到盡嘅橡筋。佢一坐低，我已經留意到佢3樣嘢。第一，眼神好急，人哋未講完佢已經想駁。第二，面色好沉，唔係普通攰，係心口長期頂住一團氣嗰種沉。第三，嘴角向下，講每一句說話都好似帶住一粒刺。佢開口第一句就話：沉思，我係咪真係冇福？我成世為屋企，點解到而家冇一個人企喺我嗰邊？我問佢發生咩事，佢一講就講咗成個鐘。阿蘭18歲出嚟做嘢，24歲結婚。結婚之後同老公一齊供樓，老公性格唔壞，但懶散，做事冇長性，成日話有機會，結果機會未見到，債就見到幾次。阿蘭一開始仲會鼓勵佢，後來慢慢變成監督佢，再後來變成鬧佢。佢有一仔一女，個仔細個身體弱，個女讀書成績又一般，阿蘭就日日操心，補習邊個安排，係佢。睇醫生邊個請假，係佢；屋企開支邊個計，又係佢。家婆以前同佢住，脾氣又硬，成日嫌佢煮嘢唔合口味，嫌佢唔識做人。阿蘭表面唔出聲，心入面就一筆一筆記住。佢話：我唔係冇捱過，我唔係冇付出過，我最嬲嘅係佢哋而家大個晒，有自己生活，就覺得我麻煩。以前冇我，呢個家一早散咗啦。
呢句說話好多女人聽到都會心酸，因為阿蘭講嘅確實係好多中年女人嘅真實人生。一個人頂住個家，頂到手都震，結果冇人頒獎俾你，冇人日日讚你偉大，屋企人只會慢慢習慣你嘅付出，甚至覺得你本來就應該咁做。但我望住阿蘭，問咗佢一句：你覺得自己係屋企嘅主定係屋企嘅火？佢愣咗一下。我話柱係用嚟撐住間屋，火係用嚟燒晒間屋。你前半生可能真係條柱，但你而家講嘢句句大火，見到邊個都想追討，慢慢你就由柱變成火。你越想人感激你，人越想避開你；你越想證明自己委屈，人越唔敢靠近你。阿蘭聽完眼即刻紅晒，佢話：咁我係咪要當冇事？我受過嘅委屈係咪全部唔算？我話唔係唔算，天底下冇一滴眼淚係白流嘅。但你要明白，委屈有兩種用法，一種係變成智慧，提醒自己以後唔好再苦待自己；另一種係變成怨氣，日日攞出嚟刺人，亦刺自己。如果你揀後者，你以為係懲罰人，其實最先傷嘅係你張面、你個心同你下半世嘅福。阿蘭當時冇講嘢，佢嗰時同個女關係好差，個女大學畢業之後出嚟做嘢拍拖，準備結婚。阿蘭日日問對方屋企點，有冇樓，人工幾多，父母咩背景。個女一開始都答，後來越嚟越唔耐煩。有一次，阿蘭當住親戚面前講：你唔聽阿媽講，第日喊都冇人理你。個女當場黑面，之後成個月冇返屋企食飯。阿蘭覺得自己冇錯，佢話我係為佢好，我怕佢行錯路。我話為佢好，唔代表可以用恐嚇嘅語氣去愛佢。好多阿媽最可惜嘅地方就係明明心入邊係愛，但出口變成刀。你兜兜都話為佢好，佢聽到嘅只係痛，唔係愛。呢句說話，阿蘭後來同我講，佢嗰晚返屋企一直諗，真正令佢改變嘅係一件好細嘅事。有一日，佢喺屋企執房，無意中見到個女細個寫俾佢嘅母親節卡，張卡入面寫住：媽咪，你笑起嚟好靚，我最中意你笑住接我放學。阿蘭望住張卡，突然喊到坐咗喺地下。佢話嗰一刻佢先醒起，原來自己以前係會笑嘅。以前個女細個，佢拖住個女過馬路，會講笑，會買魚蛋俾佢食，會陪佢睇卡通片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自己變成一開口就鬧，一見面就問，一擔心就控制。佢以為自己一直都係為屋企好，但原來屋企人記得最深嘅唔係佢買過幾多餸，供過幾多錢，而係佢塊面由幾時開始冇晒笑容。呢件事之後，阿蘭開始做一個好簡單嘅練習，每日照鏡3分鐘，唔係照自己老咗幾多，唔係掃皺紋，唔係睇有冇眼袋，佢只係望住自己雙眼，問自己一句：今日我係帶住怨氣出門，定係帶住清氣出門？一開始好難，因為一個人怨慣咗，會覺得唔怨就好似輸咗。佢見到老公慢吞吞，火又上嚟；見到仔女唔覆信息，心又慌；聽到親戚講兩句閒話，又想即刻反擊。但佢開始提醒自己，唔係每一場仗都要打，唔係每一個人都值得你用條命去證明自己。啱，佢慢慢改3樣嘢，先係改眼神。以前佢同人講嘢，眼神好似審犯咁。老公一返屋企，佢第一眼就掃過去，問佢又去邊，又同邊個飲茶，又使咗幾多錢。個男人一聽心就縮。後來佢改咗，老公返嚟佢唔再第一時間審，先俾佢坐低飲啖水。真係要傾錢傾屋企事，就揀大家平靜嘅時候講。佢發現原來自己眼神冇咁急，對方反而冇咁防。你睇，眼神定唔係裝溫柔，係你心入面開始有定力。之後係改面色。阿蘭以前日日捱夜，唔係做大事，而係瞓喺床上諗舊事。
家婆當年講過邊句難聽說話，老公邊年借錢冇同佢講，仔女邊次生日冇送禮物俾佢，佢一諗就2-3個鐘。第二日起身面自然黃，眼自然腫，成個人好似俾一層陰霾罩住。我同佢講，夜晚最忌翻舊賬，人一到夜深，陽氣收，心神弱。你喺嗰個時候攞舊傷出嚟反覆割，只會令自己越割越深。過去嘅事如果而家解決唔到，夜晚就唔好審判自己。佢開始規定自己過咗夜晚10點，唔再同人爭，唔再覆刺激自己嘅信息，唔再諗要同邊個講道理，洗個熱水腳，聽一段安靜嘅聲音，早半個鐘瞓。初初佢話冇乜用。過咗1個月，佢自己都覺得面色冇咁沉。中醫講心神安，氣血先有路行。你日日火燒火燎，幾貴嘅補品都補唔入。你個心慢慢定返，脾胃先肯做嘢，氣血先肯上面，面色自然柔反少少。最後係改嘴角，呢樣最難，因為阿蘭以前最叻就係一句說話刺中人。老公講錯一句，佢可以回10句。仔女講忙，佢可以即刻話係啦，阿媽冇用啦，用完就掉啦。親戚問佢近況，佢可以冷笑一聲，有咩好？命苦咯。呢啲說話講出口，當下好似好痛快，其實係損自己福。佛家講口業唔係嚇人，係有道理。你把口日日吐苦、吐怨、吐刺，身邊人自然退，福氣自然遠。唔係天道小氣，而係你自己門口日日掛住一塊牌，寫住生人勿近，咁溫暖點入嚟？貴人點行近你？仔女又點同你親？阿蘭開始練習難聽說話吞返半句，唔係吞委屈，而係吞毒氣。個女有次打電話話婚禮想簡單啲搞，唔想擺太多圍。阿蘭第一反應係想講，你係咪嫌我呢邊親戚失禮你？但佢停咗停，改口問，你哋2個想點樣安排？講俾我聽，我睇下有咩可以幫手。就係呢一句，個女沉默咗幾秒，然後好柔咁講，媽咪多謝你。阿蘭同我講，佢聽到呢句多謝，心口好似鬆咗一塊石。原來佢等咗咁多年嘅感激，唔係靠鬧返嚟，係要自己放低把刀之後，人哋先敢拎出嚟俾佢。慢慢，阿蘭屋企嘅氣開始變，老公雖然仲係嗰個慢吞吞嘅人，但冇以前咁逃避佢。仔女雖然仍然忙，但開始願意同佢講多幾句。個女籌備婚禮嗰陣，甚至主動帶佢去揀衫。嗰日阿蘭試咗一件深藍色裙，企喺鏡前有啲唔自在，話自己老啦，着咩都唔靚。個女望住佢，忽然講：媽咪，你最近靚咗。阿蘭笑住話：你哄我咋？個女話：唔係，係你冇以前咁惡，望落舒服咗。呢句說話對阿蘭嚟講，比買幾多補品都入心。後來我再見佢，真係完全唔同咗。你話佢面上有冇皺紋？有，眼角有紋，法令亦有，皮膚亦唔係少女咁緊。但佢眼神清咗，唔再好似隨時要同人開戰。面色潤咗，唔係胭脂水粉嗰種潤，係成個人冇咁枯。嘴角亦油咗，講嘢慢咗，笑起上嚟有返以前將母親節卡入面講嗰種暖。我同佢講：阿蘭，你面上開始有福相。佢笑住問：真係咩？我仲以為福相係鼻有肉、耳珠大、額頭靚嗰啲。我話嗰啲係傳統相法會講嘅形，但比形更重要嘅係神。神散五官幾靚都冇用，神定歲月有痕都耐寒。女人45歲之後，最珍貴唔係扮後生，而係神氣唔散、心唔枯、口唔毒、眼唔怨，呢種先係下半生真正嘅福相。阿蘭後來同我講，佢人生冇一夜大富大貴，但佢覺得自己真係有福咗。點解？因為屋企少咗爭吵。以前一入門，個個都怕講錯嘢，而家屋企有時會靜，但唔係冷戰嗰種靜，係安穩嗰種靜。以前佢一個人坐喺廳，覺得全世界欠佢，
而家佢煲一壺茶，開住窗望住街燈，心入面會覺得原來日子簡簡單單都可以好好過。你睇天道後代一個女人，未必係俾佢外人眼中好威風嘅生活，未必係令佢老公忽然變成完美男人，仔女忽然日日跪低感恩，親戚忽然個個稱讚佢。好多時天道嘅後代好靜，靜到你唔細心都睇唔見。佢可能係俾你一個契機，令你從怨氣入面醒返；佢可能係俾你一次照鏡，令你發現自己唔想再咁樣老落去；佢可能係俾你一句仔女嘅真心話，雖然刺痛你，但又救返你；佢可能係令你有一日忽然明白，原來自己唔使再用苦難證明自己值錢，亦唔使再用怨氣留住身邊人。呢個就係福。好多女人以為福報係有人養你，有人錫你，有錢使，有樓住，有仔女孝順。呢啲當然好，有邊個唔想啊？但去到45歲之後，你會慢慢明，外面嘅福有時靠緣分，心入面嘅福就要靠自己收。你眼神定，外面有風，你唔會即刻倒。你面色柔，屋企有事，你唔會用怨氣再加一把火。你嘴角暖，身邊人先敢靠近你，先肯同你講真心話。呢三樣嘢，表面係面上，其實係心上。表面係樣貌，實際係命運開始轉方向。麻衣神相一類傳統相法，最重視嘅唔單止係骨肉形局，仲有神氣。所謂神氣，講白啲就係一個人眼入面有冇光，面上有冇正氣，舉止言談有冇令人安心嘅力量。女人過咗45歲，皮肉一定會變，呢個冇人避得到。但神氣可唔可以養返？可以，心念一轉，日子一順，口德一積，神氣就會慢慢返嚟。阿蘭嘅故事我一直記得，因為佢唔係大富大貴嘅故事，亦唔係神神怪怪嘅故事，佢只係一個普通女人。普通到你身邊可能都有一個，甚至你自己就係前半生太用力，後半生學放手。前半生怕人唔知自己辛苦，後半生明白唔需要日日攞傷口俾人睇。前半生用怨氣討愛，後半生學識用安定留福。呢個轉變先係女人45歲之後最難得嘅大福報。你唔好以為改一張面好易。醫美可以拉緊皮膚，化妝可以遮住斑，但心入面嗰團怨火，如果唔處理，始終會喺眼神入面流出嚟，喺口氣入面流出嚟，喺你同家人相處嗰一刻流出嚟。所以真正有福報嘅女人，唔係冇經歷過苦，而係苦冇令佢變惡；唔係冇受過傷，而係傷冇令佢成世，只識傷人；唔係冇老，而係老得有溫度、有分寸、有餘地。阿蘭後來喺個女婚禮嗰日做咗一件好細但好有意思嘅事。照佢以前性格，佢一定會喺席間周圍招呼，邊度唔妥就即刻出聲，邊個親戚冇禮貌就記住，邊個讚少一句就唔開心。但嗰日佢出奇地安靜，佢冇搶住安排一切，冇喺個女面前黑面，冇埋怨親家招呼唔周到。佢只係坐喺台下望住個女行出嚟，眼濕濕咁笑。婚禮完咗之後，個女攬住佢講：媽咪，今日你笑得好靚。阿蘭嗰一刻喊咗，佢同我講自己前半世聽過好多難聽說話，亦講過好多難聽說話，但嗰句你笑得好靚，好似將佢多年心入面嘅結輕輕解開咗一小截。你睇福報有時就係咁嚟，唔係崩崩裂裂，唔係大鑼大鼓，而係某一刻你冇再用舊脾氣破壞新緣分，某一刻你收住咗一句傷人說話，某一刻你選擇用笑容代替控制，然後你忽然發現身邊人望你嘅眼神唔同咗，屋企嘅氣唔同咗，連你自己望返鏡入面嗰個人都冇咁討厭。人到咗45歲之後，尤其係女人，真係要明白一件事，前半生你可能係為人而活，為父母爭氣，為老公抽心，為仔女捱夜，為屋企慳錢，為親戚人情顧面子，
你成日驚自己做得唔夠好，驚人哋話你唔識做人，驚屋企散，驚仔女走歪路，驚老公冇出息，驚自己一鬆手，成個家就跌落嚟。但去到45歲之後，你一定要學識另一種活法，唔係自私，唔係唔理屋企，而係你要知道人生下半場，如果你仲係用前半生嗰種死撐、死忍、死追、死怨嘅方法去過，身體會先頂唔順，個心會先爛，最後連塊面都會越嚟越苦。所以點解我今日同你講，女人面上出現3個記號，係天道靜靜地厚待你，因為呢3個記號唔係普通樣貌變化，係你個人由內到外開始轉氣，眼神定，代表你個心唔再亂飄，面色柔，代表你條氣唔再日日頂住，嘴角暖，代表你把口開始積福，唔再日日選自己嘅緣。呢3樣嘢表面睇係相，實際睇係命，但呢個命唔係迷信咁講定晒你一生。照夜經嘅道理，天地之間最重要一個字就係變，春天會變夏天，盛夏會入秋冬，人嘅運有起落，人嘅心更加會轉。你前半生苦唔代表你後半生一定苦，你以前怨唔代表你永遠都要怨，你以前同屋企人相處得唔好唔代表後面冇得修補。最怕係咩？最怕係一個人明明有轉運嘅機會，但佢死死抱住舊傷口唔放。人哋一句說話，佢記10年；老公一件舊錯，佢翻一世；仔女一次唔聽話，佢就覺得自己生錯人。日日咁樣過，你以為自己係討回公道，其實係日日喺自己心口插針。佛家講因果，唔係叫你乜都唔做，亦唔係叫你受欺負都吞聲忍氣。真正嘅因果係提醒你，種咩因，慢慢就結咩果。你日日種冤，家入面就多怨果；你日日種刺，身邊人就多防備；你日日種冷面冷語，最後就算有人想親近你，都會企喺門口唔敢入嚟。相反，你開始種一點善口，一點寬心，一點分寸，一點安定，福氣就會慢慢有路走返入嚟。你唔好以為福氣一定係大聲大氣咁嚟，好多真正嘅福係好靜嘅。譬如今晚你同仔女講電話，忍住咗一句本來想鬧嘅說話，改成一句你忙都要記得食飯。你以為只係一句話，但可能就係母子關係慢慢回暖嘅開始。譬如老公又做咗一件令你唔順眼嘅小事，你冇即刻翻舊賬，等大家平靜先講。你以為只係忍一忍，其實係冇再將屋企變成戰場。譬如親戚講閒話，你唔再急住證明自己，你只係笑一笑，心入面知道清者自清。你以為自己退咗一步，其實係保住自己一口清氣。女人45歲之後，最貴就係呢口清氣，呢口氣清，眼神就唔作；呢口氣順，面色就唔沉；呢口氣暖，嘴角就唔苦。你睇一個真正有福嘅女人，未必一身名牌，未必住豪宅，未必有幾多人前擁後擁，但佢有一種氣場，係人哋坐近佢會舒服，聽佢講嘢會安心，同佢相處唔會覺得被壓住。呢種人晚年通常唔會太差，因為佢自己先將福氣留得住。我講到呢度，一定有人會問，咁我以前已經怨咗咁多年，係咪太遲？唔遲，人只要仲有一口氣，心就仲有得轉。45歲唔遲，55歲唔遲，65歲都唔遲。真正遲嘅係你明知自己滿身怨氣，仲唔肯改；明知自己講嘢傷人，仲話自己係直；明知屋企人怕你，仲堅持話全世界對你唔住。老祖宗講修身齊家，點解修身要擺喺前面？因為一個人唔修自己，把口唔修，脾氣唔修，心念唔修，就算你幾想齊家，個家都會俾你一身火氣，燒到唔安寧。所以女人去到45歲之後，唔好淨係學保養塊面，仲要學保養個心。
面霜可以滋潤皮膚，但滋潤唔到怨氣。補品可以補身，但補唔到一個日日傷人傷己嘅口。新衫可以令人望落精神，但遮唔住一雙長期不安嘅眼。真正嘅保養係由幾件小事開始。第一，少啲怨言，先養眼神。你可以講辛苦，但唔好日日將辛苦變成怨。你可以表達唔開心，但唔好一開口就判人死罪。人有情緒好正常，女人捱到中年，有邊個冇委屈？但你要俾自己一條界線，唔好逢人就倒苦水，唔好每日一起身就數命苦。你試下由今日開始，朝早照鏡嗰陣，同自己講一句，今日少怨一句，就係幫自己積一分福。你唔需要即刻變得好開心，你只需要少一點怨，少一點怨，眼神就少一點作，少一點作，心就多一點光。第二，少啲操心，先養面色。好多女人面色沉，唔係因為食得差，而係嗰個心太忙。仔女幾點返？老公講咩話？親戚點睇你？街坊點評論你？全部都擺晒入心。你一個人點裝得落咁多嘢？45歲之後，你要學識分清楚咩係你應該理，咩係你理唔到，咩係你理咗都冇用。仔女有自己嘅命，你可以提醒，但唔可以替佢哋活。老公有自己嘅性格，你可以溝通，但唔可以日日監管到自己似汗更。親戚有親戚把口，你可以保持禮貌，但唔使將每句閒話帶返屋企過夜。操心太多，面就乾，個心放鬆少少，氣血先會行得順。你唔係放棄屋企，你係唔再用自己條命去換所有人嘅安穩。第三，少啲尖酸說話，先養嘴角。有啲女人心唔壞，但把口太硬。明明想仔女返嚟食飯，出口變成你仲記得有個阿媽咩？明明想老公體諒自己，出口變成你成世都冇用。明明想人關心，出口變成我死咗你哋先知。呢啲說話講一次傷一分情，講10次結一層冰。講得多，屋企人唔係唔愛你，係真係唔知點靠近你。所以你要練習將尖話改嫩話。你想仔女返嚟，可以講得閒返嚟食餐飯，我煲你中意飲嘅湯。你想老公幫手，可以講呢件事我一個人有啲攰，你幫我一齊處理。你心入面委屈，可以講呢件事我真係唔舒服，我想同你好好傾。你睇，同一個意思，唔同講法，結果已經差好遠。嘴角有福嘅女人唔係唔講真話，而係識得用唔傷福氣嘅方式講真話。第四，少啲硬碰硬，先養晚年福氣。年輕嗰陣可能咩都想爭贏，夫妻吵架要贏，仔女頂嘴要贏，親戚比較要贏，連街市買餸俾人講兩句都要贏翻口氣。但人到中年，要明白贏晒把口未必贏到人生。你句句都贏，屋企人句句都輸，最後個家就輸晒。你同人鬥到面紅耳赤，當下好似出咗氣，返到屋企心口翳，血壓高，瞓唔着，輸嘅都係自己。真正有福嘅女人唔係冇底線，而係識得幾時硬幾時柔。大是大非要企穩，小是小非要放過。人品有問題嘅人，你保持距離。少少口舌爭執，你唔使追到盡。你唔係怕事，你係珍惜自己下半世嘅心安。第五，學識俾自己一點好日子，福氣先會扎根。好多女人成世人對人好，唯獨對自己刻薄。買嘢俾仔女捨得，自己買件衫諗3個月。煮飯照顧全家，自己隨便食2啖冷飯。人哋唔開心，你即刻安慰；人哋問你攰唔攰，你永遠話冇事。你要知道，天道厚待一個人，有時都要你自己先肯接住。你自己都唔准自己好過，福氣嚟到門口，你都會趕走佢。45歲之後，要學識俾自己一杯熱茶嘅時間，俾自己一晚好覺，俾自己一件舒服衫，俾自己一段唔需要解釋嘅安靜。呢啲唔係奢侈，係養命。
一個女人開始肯善待自己，塊面會變，唔係變到18歲，而係變得冇咁委屈。人一少委屈，眼就有光；心一少虧待，面就有潤；口一少怨毒，笑就有暖。呢啲就係腹部慢慢浮上面嘅樣。我成日覺得女人45歲後嘅靚唔應該再同20歲比較。20歲嘅靚係花開，45歲後嘅靚係果熟。花開有花開嘅明豔，果熟有果熟嘅香甜。你唔需要再扮一朵新花，你要活成一棵有根有陰有果嘅樹。有根係因為你知道自己係邊個，有陰係因為你唔再用火氣燒人，有果係因為你前半生嘅苦慢慢結成後半生嘅智慧。所以唔好再怕鏡入面多咗幾條紋，你真正要怕嘅係條條紋都係怨。你真正要珍惜嘅係有一日你望住自己，雖然老咗，但眼神安定，面色柔和，嘴角有暖。你會覺得呢個女人辛苦過但冇倒下，痛過但冇變壞，失望過但仲願意好好生活。呢種樣先係天道厚待你嘅記號。因為天道最中意厚待嘅，唔係從來冇跌過嘅人，而係跌過之後仲肯收心嘅人；唔係從來冇被辜負過嘅人，而係被辜負過之後仲唔肯將自己變成惡人嘅人；唔係一生順風順水嘅人，而係經歷風浪之後仲肯俾自己留一份柔軟嘅人。你要記住，真正大福報嘅女人唔係一世冇煩惱，而係煩惱嚟到佢唔再俾煩惱牽住走。唔係身邊個個都對佢好，而係就算有人對佢唔好，佢都唔會用人哋嘅惡毀咗自己嘅心。唔係晚年一定大富大貴，而係晚年有飯食，有國分，有人可以講兩句真心話，自己望返自己都唔討厭。呢種福安安靜靜，但好實在。今日你聽到呢度，不妨今晚照一照鏡，唔好急住嫌自己老，唔好急住數自己有幾多紋。你望住自己雙眼，問一問，我呢雙眼仲有冇怨？我呢塊面係咪太繃緊？我呢個嘴角係咪太耐冇真正笑過？如果答案係有，唔使驚，亦唔使怪自己。由今日開始，慢慢改就得。少怨一句，福就近一步。少操一分心，氣就順一分。少講一句刺人說話，緣就留一分。少同人硬碰一次，晚年就安一點。多善待自己一回，天道就多一條路厚待你。人一世前半場好多時係命推住你走，後半場就要靠心帶住你行。你個心如果仲肯轉，面上就會轉；你把口如果肯積德，家運就會轉。你個人如果肯放低怨氣，晚年就有機會轉苦為甜。所以女人到咗45歲之後，面上出現呢3個記號：眼神定、面色柔、嘴角暖，真係要替自己高興。因為呢代表你開始唔同命硬撞，開始唔再俾怨氣困住，開始將前半生嘅苦熬成後半生嘅福。聽我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番說話對你個心有少少提醒，又或者你身邊都有一位女人為屋企挨咗好多年，卻忘記好好對自己，咁就請你動一動手指，幫忙點個讚、訂閱呢個頻道，或者轉發俾你最關心嘅人。呢一個小小分享，可能就係俾人一個醒覺嘅機會。喺佛家嚟講，提醒人離苦、勸人修心，本身就係一份善念，亦係一份隨喜功德。今日聽完，如果你想提醒自己，由今日開始唔再帶住怨氣過下半生，可以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養福修心。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善念共振，亦當係送俾未來自己嘅一份祝福。祝福每一位45歲之後嘅女人，眼裏有光，面上有柔，口中有德，心裏有福。願你前半生食過嘅苦，最後都變成後半生護住你嘅福報。